尊敬嘅主辦方、各位來賓，下午好！非常榮幸代表漢星集團接受傑出貴金屬交易商呢一行嘅殊榮。特別係感謝 Capital 同埋各位專業評審嘅認可。呢個既係對我哋專業能力嘅肯定，亦都係對我哋團隊11年嚟深耕呢個貴金屬領域嘅有力支持。作為香港金融生態建設者嘅一員，漢星集團喺積極探索貴金屬行業發展嘅同時，亦都係增加咗人工智能技術嘅投入，用嚴格嘅風險管理嚟保障客戶嘅資金安全。喺2024年，我哋推出咗漢星金業 App， 通過智慧化嘅終端機嚟革新交易體驗。喺未來，我哋將會繼續推進呢個貴金屬交易生態嘅數位化、國際化，為投資者創造更高效同埋透明嘅服務價值。多謝各位。